小辉啊，这合同里有对我们不利的条款，你为什么要答应吴雨婷签约？姐，我研究过了，跟他合作是我们在中国发展的最好选择。可是这份合约里提出，要把上海的2家店交给外人经营，这不是在分我们的经营权吗？没关系的。什么？没关系？艾娃费了我们多少心血，为什么要分给外人管？而且居然是给韩定一管。因为微微她还放不下韩定一，我要让她知道到底选择谁才是最正确的，所以要把韩定一留在这里跟我公平竞争。哦，你要正面出击了？我从来没有怕过任何的挑战，最重要的，我要的是微微的真心。好，这件事，姐全力支持。我相信，只要你认真起来，微微是不会选择韩定一的。对了，让韩定一来经营餐厅的事情，是谁提议的？是吴雨婷提议的。吴雨婷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？亲爱的，欧辉那边已经答应签合同了，一会儿戴迪会跟你讲在集团中的位置。大小姐，我需要的是内部消息。戴迪守口如瓶，我会跟你同步揭开的。放心，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接受。这不是我们相爱的目的，对吗？一会儿见。小心开车，爱你。爱你。怎么了，朱律师？恭喜你，应东，高启骗英氏集团的事有转机了。高启在海外被抓，吐回了你们损失的资产。
daddy 也没告诉你。如果你想让我在你面前多留几分钟的话，请你把话说得直白一点。高奇在海外被捕了。 我听得很不舒服。喂，喂，韩丁一是我。丁东，什么事啊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和万家准备点去美国的东西。签证你不用办了，我这有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，想把你留在上海。什么？丁一，阿莫的爸爸向我提起你，我告诉他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不但在管理花店方面很有经验，而且在特色餐厅方面还很有想法。吴氏需要吸纳你这样的人才。你也太夸奖我了。吴总很欣赏你，希望能邀请到你。邀请我？什么意思？欧辉的餐厅明年夏天将会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、广州5大城市中吴雨婷旗下所有的酒店中开业，全部由我来负责。我希望把上海的其中2家交给你。你现在居然要将2间餐厅的经营权交给他？难道你是介意他跟我一块去美国吗？不会吧？我没有介意什么。但丁一可以为了你放弃一切去美国。你在那边是留学生，而他什么都不是。你为什么不能为了丁一留下来？你做回普通的你，去默默地去支持他，不好吗？ 除非，你只想要一个爱你多过你爱他的男人。我就说你别拿那么多书啊！我的事情我自己会管，不用你帮。你不要这样。 所有的事情都来得太突然了，你要给我时间做决定啊！我不想乱给承诺。谁不是在取舍之间？如果我放弃了，你挂念的那个人就会是我。不知道从哪天起，我发现微微的门锁了。
再也打不开了，他再也不容许我进去了，我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我很害怕，但是我跟自己说，别人能找到代替你的，你也一定可以找到代替他的。我知道一时间要你放弃那么多，你也不好受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觉得安全。我明白。如果我跟你过几天就结婚的话，你会觉得安全吗？我不想你伤心，只要你高兴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会做。我没想到会这样得到你的承诺。薇薇，我跟定一明天就要去领证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照顾娟姐，但是如果你明天不忙，你愿意回来跟我们庆祝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啊，我散步看你在桥上发呆，就过来看看。啊，我发呆的有那么明显吗？为什么你好像总是看透我？我不喜欢这样。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想要告诉你。我已经决定把上海2家餐厅交给韩定一，并且已经跟他约好今晚谈合约的事情。你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只是因为我认同他的能力啊。绝对不行！万杰要跟他结婚去美国了。要怎么做得听韩定一的意见吧。不行，他们明天就要领结婚证了。是吗？如果他已经决定去美国了，为什么还要见我呢？你说？不知道。人最不该欺骗的就是自己的心，在心还能跳动的时候，好好爱你想爱的人，只有这样才能快乐。这酒吧的环境真的不错，你妈妈经营的？啊，这个是我妈帮别人打理的。那大股东是谁？挺有品位的。你不会又想买回来吧？看来你一定对我有偏见，是吗？我今天请英东约大家出来，是想问问你，要不要经营我在上海的2家艾瓦餐厅？定一，这是大家的希望，我们都在等你回答。我想知道原因。因为我们都非常认可你的能力。吴雨婷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时，我觉得不错，而且英东也很支持你。那么，如果我接受这份工作，我就不能陪万家去美国了。我不明白，你就真的那么想去美国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万家，你根本没有想过出国。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，要拿什么去保护自己的爱人？定一，希望你认真考虑。欧总说的很有道理，男人应该先有事业，再谈感情。
我们很希望明天签好大合同后，你的工作合同也能签好，好吗？哥，你考虑一下吧，这个机会真的不错，凭你的能力一定会成功的。不要去美国打工浪费你的才能了。我相信，在工作方面你可以帮到我。谢谢你，我想考虑一下。还要考虑什么呢？我知道，但是我答应过万佳，要陪她去美国。还有，我们要领证结婚了。在薇薇还没有真正对你死心之前，我倒觉得，你不可以和其他人结婚，更不可以离开这里去美国。欧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和薇薇之间没有什么，只是普通朋友。我没有误会，不管你和薇薇现在是什么关系，只要薇薇还没有真正做出选择，我就不会让你走。不仅不让你走，我还一定要给你发展机会，让你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价值。这样，无论将来薇薇选择你，还是选择我们的竞争才算是公平。
请问是韩定一先生吗？是。跟我来。请进。欧总，韩先生到了。你去把韩先生的工作合同拿进来。好的。韩先生，请进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我不会让你看不起微微喜欢过的人。不错，很高兴你能接受挑战，跟我公平竞争。别玩手机了，你看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不知道你哥是去领证，还是去签合同了，也不知道他顺利不顺利。不知道啊。你打个电话问他呀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你是去领证了，还是去签合同了？啊？没事，我去把那合同签了。哦耶！你看，你哥多好，最后关头还是做对了选择，不像你。哎呀，走，你给我讲一下，你是怎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做出这样的选择的？就是啊，快说呀！啊？哎，喂。哎，梦姐。嗨，薇薇。佳佳呢？她不跟你去领证？王佳没和我在一起，我去欧辉那儿把合同签了。
这是花房的升级版，叫 We Love 餐厅。想象一下，当很多客人来买花时，它可以置身在花海中，闻着花的芬芳，吃着甜点，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！谢谢师傅，我这2天呢，一共从你这儿学会了好几道菜。是你有天分，我再给你1个月，我想你都把我一身的菜都学好。他喜欢他，在海的那一边，再见过了1年，连怀念都搁浅，闭上眼，怕睁开眼，烟花刺眼，时间如水蔓延。真幸运。艾丽姐送我花，勇敢点儿，去追逐你的恋爱梦吧。他看不见，怎能发现？左边那熟悉的脸，女人太简单，以为他会看得见，却忘了他的右手边。恋爱就像感冒一样，其实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，先走的那个人会不那么痛，剩下的人会永远都记住你。你永远都会记得那种被留下的孤独。这个时候，你必须快点抽身，这也是一种解脱。厨师沙拉，黄金大虾配泰式香米饭。康薇薇，搞不好我们会再见面。中间这个大肥猫就是第1个，在最边上的，小长毛，对，而且是巨花的这个就是你滑右膝。不过我呢，我要做这个又黑又瘦又酷的。怎能发现左边那熟悉的脸？女人太简单，以为他会看得见，却忘了他的右手边。他难分对与假。原本就是一场童话，他爱上另一个他，王子不是他，童话也变谎话。故事里的他是傻瓜。早上你没来我家，我猜到你一定会来这里。对啊，来看看，我想看看现在这里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我知道你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，薇薇。如果你想这里保持原样的话，我马上叫他们恢复。不必了 ，We Love 里所有的人都和以前不一样了，特别是我。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生，虽然你不喜欢这样，但还是要接受，知道吗？培养韩定一，再打败他，真的就这么有趣吗？我留下他有我自己的原因。你姐的病已经好了 ，We Love 也卖给你了，我不想参与你跟韩定一无聊的游戏了，所以过几天我就会把辞职信交给你。难道你忘了你曾经跟我签过合同吗？不光是你，韩定一也签了。你要为了私人感情而做出违约的事情，你就不怕我因为你而为难韩定一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让韩定一把经营 We Love 的经验用在经营 EVA 上，好好的发挥他的能力，没别的，就这么简单。还有呢？还有抛开私人的感情不谈，你要做好你的工作，照顾我姐，还是你的主要任务。但从现在开始，不许你未经批准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和问我不想回答的问题。神经病！
谁要听你的无理要求？我知道你现在很混乱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，但是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给自己些时间，认真的去想一想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一点都不重要。要不是我跟院长见面谈捐款建医院的事情，这个秘密你打算一直不告诉我吗？微微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。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微微知道。我是你姐，我不用你指挥我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你脑中的瘤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医生说，这个瘤是家族遗传性的，挺公平的。你经历过了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做手术吧。之前你是怎么劝我的？现在也劝劝自己。姐，我不会做那么高风险的手术，我没什么放不下的，只要你很健康，这就够了。就当为了微微成了。我找他来，让他陪你看病做手术，行不行？姐，我不想因为这个把他留在我身边。我认识很多人，所以我很了解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人性的弱点，只要他愿意一直陪着你，他想要什么都可以。他想要股份，我给他股份；他想要钱，我给他10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姐，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。欧辉的病情每天都在持续恶化，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恐怕不多了。小辉不让我告诉你他的病情，他说希望你能跟真正爱的人在一起，开心的生活。可是微微，我想问你，你真的从来没有一刻对小辉产生喜欢或爱的感觉吗？如果曾经有过，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心动和喜欢，你能不能陪在他的身边？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我希望至少你能劝他接受手术。他现在就在停车场。
喂，快点给我坐下来。我的手机，我手机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。